咱的台湾歌这个节目邀请到过去足红的大牌的艺人，过来邀请到即马长咧红的咱的艺界的新人。但是即马要介绍这位讲新无新，讲旧原来无旧哦。什么人？向慧玲出道已经几啊年啊，红的歌嘛已经是真侪首。咱甲邀请会来，真无简单。因为即马人长咧红，要甲邀请，就爱搁排时间。但是咱的台湾歌这个节目，做几集以来，愈做愈红。向慧玲讲无来，敢若真可惜，所以伊来是咱捡到。咱的节目受欢迎，只要会请到向慧玲，人会真正有内容，唱歌实在有本领，看咱节目做真好，讲来登台真会好。听伊咧，甲咱学咯，咱遮认真无白劳。伊的唱片出无效，渐渐变做新天后。唱片卖甲谢谢叫，日后要来爱坐叫。伊即马已经渐渐变做天后级别啊，所以连工若要来，无咧西面路会来，无咧开客人车，或者客人车司机载，无啦，毋是安尼。过来若要来的话，咱的向慧玲可能都爱坐叫啊，因为愈来愈唱，愈来愈红，要请伊会到交斗，较赢一招。来，咱听向慧玲所甲咱演唱《当家的蝴蝶姑娘》。以前